我的床頭就有掛明珠的那個相片。一般都是掛白公白波呢。補一個牛肉嘅時節，咁乜嘅做得本一個肉質較強軟。哎呀，哎，但說真的，你有煮牛肉加過茶葉嗎？我倒是沒有。我們這一關叫做隱形的翅膀嘛，但是好像有個隱形的壓力在。許媽，你剛剛講到你的頻道教做菜是不是？等一下再說哈。他現在全專注 ，focus。等下再聊天。來拿手菜黑給啦。打蒜頭啊？沒啦，正的念，倒的念。哎，周仁忠，他就是想說，我跟你講，我今天如果有輸哦，我名字倒着念。哎，屏東昂貴有捧的嘞，可以。那你客家一哥，我客家大哥。可以。韓國今年有新的廚師來呢。你聽我長期先來拜個碼頭。哎呦，超！報告，學長，考清楚。哎呀，我覺得有緊張哦。來，師傅，我們定位點在這邊。新的師傅從上放下也好。好啦，今年的回憶，你能力嘎子豬又有新血加入哦，鼓手甚至恭喜你，你不再是忙內了，對，你升級了。因為我剛才開創的時間哦，你喊你係學長學姐，這是一個尊稱，因為你本身哦，哎呦一等棒的厲害，是5星級飯店的廚師哎，做買川菜啊，買各種的客家料理啊，都靠5棒機。沒錯，阿姆哥呢，我們先來換一下評審好了。來，去和機啊。中上的分享端遞給我們的新血偉軍師傅。大家好。哦，3點下來分享就係林信息忙內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歡迎，兩碼就告不咪的哈。大家。郭偉軍師傅，你喺哪度畢業學緊？哦，姓朱六家。姓六家的，那你家的田現在被徵收了嗎？沒有，就是剛好都我田旁邊。哦，順豐。哦，那之後就會變大姐的。對。那你就留下來這節目吧。沒有。我們冠名贊助的部分嘛。對。好，那現在分享都裡面慘水仔，我先跟你說非常厲害。哎呦，有我的超級大粉絲。哎呦，榜一大哥了。還有是那個很多人的粉絲。我們2位的粉絲。還有是我的爸爸的姐姐，龔慶楚哦，因為陳媽媽從小玩到大玩伴的兒子。那個族譜你自己畫給製作單位哦，他們就是有關係。好，那有啲思念啦。就客家人好朋友度來嚟啦。唔錯，來分享到風吹沉水站係來自屏東灣萬呢，阿叔公哦，好出筍呢，叫下來比賽哦。分享到嚴總老建議本人。馬上係叔公。哎，應該係叔公。叔公，看不出來耶，你有差冇幾多歲吧？哎，差不多10歲左右。冇10歲啦，批分的關係。地位的關係。一個是我的大粉絲，一個是在地的大老師。馬上係明珠的粉絲，請舉手。有。哇！我的床頭就有掛明珠的那個相片。一般都是掛白公白波呢。你跟你床頭掛哪相片？有啊，偶像啊，就是這樣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出家人不打誑語。對。帶來簽名啊。哎，對，待會我的背要給他簽名啊。你該不會在等我還沒有結婚吧？根本逼的。好了，哦，發揚。哦，總上嘅小計就係來自苗栗市嘅祖孫黨哦，記得係正廖春惠、江大成。好，大家好。我們邀請到這個客家一姐一哥都來到現場嘞。對啊。漢字在新夢一。她是徐媽。徐薇老師的媽媽。徐薇是我的女兒。徐薇就是那個 I can teach you better 的那個，而且唱歌很好聽的那個。你卻非具有待考察。不會。誰具有待考察？他兒子知道。很後堂嘛。非常的特殊啦，有創意。好，先來看下馮翠帶來乜嘅咧？我哋帶來全國有名的滿滿竹卡。哇！滿滿最有名的。來自萬安嘅朋友一定是帶豬腳啊。好。邊個在香吼？早晨頭咱聞出來，東香嘅時節，最香嘅時節帶過來。好不好吃？米好凍好，口感嘛凍好。對，凍度好，又都好綿，又都好鹹鹹，以後食，另外喲。是狗豬腳日好，來更好吃的大成。今晡日帶來的係客家油水耶，是東風式的，甜的，這個鹹的時候是甜的，對不對？
不過你知道大成很厲害，他自己做電商，雙11創下單日哦300萬的成績耶！營業額而已啊，金主爸爸呢？沒有。賣什麼？我們賣色的麵啊，豬腳，然後鴨血，然後抹豬腳啦。啊，你自家買，而自家煮本台家選嗎？哦，當然呢，就是直播給大家看現場。哇！哎，今天我們麵雙11這樣子，真的。年輕人不錯。哦，大家吼，如果開窗的時間是都爆逼逼的哈，等一下先來搞一下遊戲。沒錯，剛才吃的東西都沒有加分的效果，對，都沒有。節目效果也是小狗就好嘞。對，馬上呢，我先來本台下暖身一下金航踢館跟 PK 嘍。向前來挑戰，第二關考驗兩嘴對食材的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的了解。唔但唱我動腦筋，還會比反應。兩片變素養，順來慢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好，歡迎來到向前來挑戰嘛。雖然今天有許巍老師 model 現場，不過還有用家讓大家上映來講向前來挑戰。哎呦，找到了！哦，等一下9宮格地百圖哦，不一樣的題目，但是我覺得對大成來講，冇問題啊，給台北有做過關主啊。可是。我們這裡有老師啊。對啊，2遍就會線上，所以如果待會9題全錯哈，我們全場大笑30分鐘。不能看壓力見都見題了。對，兩組啊吼，等下總共加起來總成績，就代表講廚師做得先幾道好食材來變料理。嘿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藍水先來先。你一定是客家潮南的吧？客家潮南看過來。沒問題，來看一下客家一哥的題目。客家嘅諺語講到潮州閉關，講嘅係乜嘅呢 ？A 係講團結一心 ，B 係講不通，也係講 C 不客氣呢？哎，對嗎？對嗎？乃是到 B 講不通。真的？怎麼給？因為他說會館這個地方嘛，裡面大家各講各的語言，像你講客家，我講國語，他們是講不通。好，所以大成兄來先係 B 講不通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C。係啦，潮州會館哦係乜嘅咧？潮州會館哦，是就潮州人為戲啊，客家人有動小演戲啊，所以沒有客家人進去。無客氣，無客氣，無客氣，不客氣，是哈嘅意思。沒意思。可以幫你最好嘛，該諧音梗。錯了，他剛剛有諧音梗哦。客家人也有哦。這是哈嘅潮州會館。好，好，啥電話來？呢？3升3升。好了，看一下咯。哦，擂茶有很多3升湯啦，吼，3升湯。3升是指生茶跟什麼呢？哦 ，A 係講生米、生頭誒 ，B 係生麻誒、生飯頭 ，C 係生米、生薑。B， 做乜嘅呢？因為字最多。因為個飯頭吼，像飯頭係關於都講長生果。哎呀，上面芝麻對身體都幾好，啊上面落去對做生意食的茶。健康哎，還有羅宮啊，米絲啊，個清好清香，有個頭都飯頭吼，那會quite香，那會香，香米那會出來。我說，啊個有青汁，這個那點米濃有青汁調過，我說來記得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C 哦。將倆空前的鳳雄來團的係蒙錯嘅，擂茶就按到3升湯眼鏡係政府喲，根據三國時代哦，張飛就談講哦，這郡江地北毒又爆發瘟疫，杜侯哦那個時候的大夫呢，用上叉、上薑、上米，倆都有東西有研磨充實在解毒，然後這樣改革倆種剪頭，所以自此擂茶是流傳到倆下的。難對而且那一題。武傳乾坤。好，我們來扭轉乾坤。好，來看一下，煲一個牛肉的時節，咁乜嘅做得本一個肉質較強軟。A 係茶米 ，B 係餅頭 ，C 係牙嫩。燉煮哦，燉煮的時節啦。茶葉。
茶葉。A。但說真的，你有煮牛肉加過茶葉嗎？我倒是沒有。我倒是。或者是喝茶的時候配牛肉。哦，也倒是沒有。好像也沒有，好像很少。不過 A 茶葉，怎麼該茶葉？茶葉牛很酸性的嘛，啊茶葉是鹼性的嘛，我是聯想，安尼團啊樣，啊用因為落茶葉較有可能啦。台大化學系的，一定愛用嘅。凍沙地，攞佢睇正確嘅答案係薑皮就係 A。係啊，不過到底做乜嘅咧？其實哦，阿姐講哦，正經冇錯，係因為佢底背度嘅元素啦。上個本鸳鸯燉煮的時間哦變得下短哦，就咧用隻叉包，也係用紗布哦包黏叉米哦，用到木肚向下煮。因為叉米哦，就咧本鸳鸯หั่下爛，หั่下面，佢除了愛用迄哦，佢หั่做咧去除肉腥味，正添加用香氣啊，本鸳鸯食起來哦，หั่下鮮美哦。其實很好。那不來試看，好懂，厲害。好，馮翠上一些哪一題咧？茶葉乾色。好，來看一下咯。術後素色講後，愛皮膚嘅時節合適選哪一種茶？A 係紅茶，B 係綠茶，C 係烏龍茶。綠茶吧。綠茶哈。你是個人喜好是嗎？兒茶多。對，這個飲料都是綠茶。就是跟那個色素有關，就盡量術後傷口啊，不要讓它留疤，不要太吃深色的，看五色。你是不是這輩子都沒有吃深色？你皮膚白成這樣。我連醬油都不吃的。真的？沒有開玩笑的。你基本上不曬日頭吧？沒有，天生白，天生白。像那個那一位徐小姐。媽媽啦，衝媽媽。好，所以會參考大成的想法嗎？綠茶。好，所以 B 嘛哈。來看下 G， 好嘅答案係。哇！就係 B，就是。我講實在哦，เรา什麼個嘅關係哦，可能較小啦。主要係因為綠茶底背度有非常豐富嘅抗氧化劑，做得有效嘅減少那種術後發炎嘅效果，做得幫助你術後的傷口愈合。另外還有綠茶當中還有一種東西叫做兒茶素，它也可以增強你的免疫系的內同啊，幫助你的身體抵抗那種感染的現象。然後對於術後的病人來講，我們非常的重要哦。學習了。好，藍隊要先來題嘞。你選隱形的翅膀。哦，我來看一下這首。這很難哦。好，第一題呢就是藍水哦，拍出一三年，我到漢時日本班當中，做得老兩隻，也給給一到它的骨頭呢完全的去掉之後，而且沒有破掉哦，掌聲過關。好，等下呢看起來是大成要來接下這個任務了哈。有練過了哈。有啦。雞翅可能很難哦。挑戰下去。我給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們這一關叫做隱形的翅膀嘛，但是好像有個隱形的壓力在。大成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有線秒哦，3、2、1，搶快好，開始！大成加油！小心手啊！好，小心手哦。要先把這邊筋先剪斷，對不對？上面的這個筋先給它剪斷。許巍老師會做菜嗎？哦，拜託你問到重點了，康熙經典。他連烤箱他都不知道戴手套，他就會說哎，我告訴你哦，烤箱在拿東西要戴手套哎，好像當一個很寶貝的知識跟大家分享的。他說你知道嗎？我隔天教書手都不能拿粉筆耶。許媽，你剛剛講到你的頻道教做菜是不是？等一下再說哈。他現在全專注，focus。等下再聊天。69，你大概96的。這個比大成還小。你00後。你知道嗎？我隔天教書手都不能拿粉筆耶。那你們家都誰煮飯啊？我有空的時候就我煮。你從小就要煮哦？對。果然是媽媽。哦，厲害，一隻出來了，一根出來了。好，厲害，厲害。好，安全第一哦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可以啊，這樣子順利，厲害。下一個。來了幾秒，還有幾秒。1分鐘都過去了，最後30秒。小心，聲音。為了師傅的食材，對，你不管怎麼樣都超越你媽媽了，小心。好，加油！現場時間。倒算。馬上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
好，過關。好，可以嗎？好，那這個好漂亮。對，總得藍控啦，最重要是不能有破洞。對了，還要料理嘛。沒有破。我們用5星級的標準來看，用米其林的標準來看。哦，還要檢查一下，這骨頭都完整。不然我們吹口氣看會不會鼓起來？鼓起來。哇，很厲害。哎呦，動不動。恭喜，太厲害了。大成，因為媽給事情條做哦，又會讀書，然後又會做菜，所以有的時候把孩子嫁給他太幸福了。等一下再繼續幫你蒸油。我們媒人婆先休息一下，我們現在用體拉腿的都。我們紅隊不需要蒸油吧？不是，不用蒸油。你不是要蒸油？有啊，沒誰不行。他是說蒸臉書好友。啊，也是好友，走。來，做工，你先拿工，先來最健康。好。眼睛會。嚟計啊，下杯呢嘅是不嘅卵白質咯，含量最高。A 係熊脯肉 ，B 係芥卵 ，C 係 cheese。蛋白質含量最高。A 熊。蓋胸部哈，胸脯肉，哦，真的，這很難呢，不是？是你有什麼樣判斷的標準嗎？因為平常時做船都是去7買個雞胸肉啊。哦，你都去7買，所以呢？因為看 Help 那種那個成分表，那就是21克左右。確定？確定。好，你卡了一點點哦。沒有啦。你嘛，來看一下正確的答案。正確的答案。注意讓他們猶豫一下。其實強壯家士都係100公克來講吼，胸部哦，雞胸的這個卵泡質的含量係挺夠的。剛下面就沒就講，差不多覺得20出頭，就都有些啲係20出20尾，都有20多差不多。其次是我們的起司，某棟20包，差不多到18.3公克甜，鈣卵輕少哦，12.7公克而已哦。好，恭喜。好，藍隊，徐媽，你要選哪一題？還有2題哦。我選那個好，美女不行，摸魚都唔得，摸馬沙懂唔得？哎，那摸矮順的懂唔得？先走第一就不接傳統。你又是大成的任務。等下男水呢用啥？拍一啥做推表？限時到1分鐘當中，你要做好一個像安樣嘅花形色呢瓜，安樣就算夠管。咁個吃相呢，愛切白地嘅黃瓜花瓣，安樣這樣做的快速點哦。好，徐媽，你剛剛講到你的頻道教做菜是不是？等一下再說哈。他現在全力專注，focus，等下再聊天。好，我提醒你一下哈，等一下時間的限時係1分鐘60秒哦。最少要切一下發型的這個黃瓜玫瑰。散開來就唔散哦，所以最後成品很重要。好，徐媽準備好嗎？可以。搶開始。怕怕的。是不是要斜一點？我切都唔怕。徐媽有做過嗎？你說這個嗎？玫瑰花。他可能沒有做過一模一樣這個，但是他常常會拿紅蘿蔔啊、黃瓜來雕，然後收到玫瑰花嗎？我外公不知道知不知道。但是你要把它反過來比較好捲。你有快時間呢？哇！你規定8片，你自己弄了個10片。我這個有的太薄。啊。徐媽敢係處女座。哦，摩羯吧？應該不是哦。他是不是？我是寶瓶座。他是年初。寶瓶。30秒，一半狗貼的哦。哎呦，周仔嘛，你周仔要不要再切斜一點？切，你要第一刀先斜，很斜。對。好像大一點比較好剪。對，敲，哎呦，好尖吶。我剛剛收到徐偉電話，他說時間重新計算。好的，沒問題。哦，出現了。麻煩蘇小姐消音哈。讓他做完。沒到，剪不起來。徐媽加油！好辦法，不然這樣，徐媽，如果3秒吃完8塊小黃瓜，我們就算過關。那當然沒問題。不要欺負他。哦，這樣也可以了。好，感恩大神讚他。那就算救援成功。你自己說的吧，讓人家單位說的。他的公蟹菜啦，就是爛嘴挑戰失敗。好啦，沒關係，因為現在平手啊。我平手。平手沒關係。好，紅隊最後一題。
如何不容易？建議嘛，該時節加鹽做得不用水煮包熟很加甜。第一個係講下鍋前，B 係講水滾的時節，C 係講愛起鍋的時節。B， 哎呦，水滾的時節。真嘅哦。水滾的時節呢，不用了。不用鹽。哎，不用。做乜嘅咯？水滾的時節，伊個融化水土可能會夾，你見滾。哦，好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其實係 C 哦。真的哦。其實撈水滾啊冇關係啦，因為煮爆燒個都會加掉鹽太加度啲哦。唔但常做啲本哦，爆燒嘅食物啊，下下醬飽和度未辦下下高，香度未辦下下出來。唔過愛到奶絲醬加鹽你係重點，你爆燒愛起鑊4000醬加，唔係一開始唔係水滾嘅時節加鹽，因為煮出來嘅爆燒電到會下燥哦，不夠飽滿。所以放的時間很重要。冇錯，恭喜紅隊到藍隊，經過了一番激戰之後呢，兩下是平手。好，來看一下兩下代表師傅呢做在選出西紅食材來做料理。好，你講好，我緊張愛愛外食。好，我給你。豬肉。豬肉。還有一項哦，跟下凍熟麵呢。呀。你照你的想法選，照你想法選。還有。有嗎？好，海陸大餐嘍。還有2項。還有點選擇。鹹菜。鹹菜。客家前頭嘅鹹菜。最尾一項。最辣椒。辣椒。海鮮。好，那西紅食材哦，等一下呢保證咯，幫你插水炸，食到親滿意。馬上來看師傅用的變法嘍。師傅上菜了。今天呢，係Andy偉軍師傅的初登場，而且呢，馬上就要來大展身手。不是大展宏圖哈。不要忘記，他是川菜高手啊。雲龍魚。他好像有點被打開嘍。又可以記嘞。啊，今天帶來也是海陸大餐嗎？哎，今天海陸大餐。川苗的嗎？宮保酸菜海陸拼。海陸拼。哦，因為你講海陸香。係咪係啊？有。不是因為海陸。來，教一下大家點樣做。好，開始先蒜頭切嚟，然後呢酸菜咪切，然後生菜炒一下，然後啲香氣炒出來。啊，甚至負責的是，我這片呢，幫倆師傅那個蒜頭放入蒜頭。不過師傅應該平常你做川菜居多是嗎？我做川菜㗎。川菜沒像 VIP 就要切嘅其他嘅菜，客家菜指定料理。公協菜就下6天，你講我有其他的菜，有特別的菜單的那種，一個是冇恐龍的東西。而且師傅姐很厲害哦，他第一次來煮菜哈，他就帶自己的刀子來。哎呦，安台記哦，磨得之利耶。啊，提起擺來一架子就要買起台嘛。唔緊張，緊來緊唔來的呀。我師傅你還幾多年資呀？69。看不出來，大概96的。那不就比大神還小？你00後。炒一下那個酸菜味道都把它炒出來就好了。我大家前邊今日凍要食嗰個，因為做啲食到吼偉軍哥，呢度凍到嘅5星級嘅串燙哦，都要啲嘅信任。哇！咪凍飯魚嘅酒店啊，也係凍冷嘅，係什麼的啦？哦，凍冷嘅啊，都做啲款到機。凍冷的是什麼？你自己去 Google。但都是全台灣數1、數2、數3、數4。還有冷的。而且他是誰推薦來的，你知道嗎？GD 客家 GD。所以呢兩屆都係到車會協會年輕人。小白佢要教我做菜啊！真的？你是謙虛啦。佢今天教我做菜。搭高鐵上來的。哇，這是坐過高鐵的航菜嘞！而且他是買商務艙哦。來拿手炸黑雞啦，打蒜頭啊？冇啦。大成幾多歲開始做料理？我高過琉璃台，差不多就開始做了。對，真的牛奶也自己泡嗎？
幾擺去有教我做菜啊。真的哦。你是謙虛啦。我去真正教我做菜啊，去煮個牛肉凍厲害。因為偉軍哥哦，去做，假使冇記錯哦，他教炒妞誒那種全國比賽裡面走拼盤。真的哦。有啊，魚稍微切一下哦，切挑哦。切挑，然後還煎一下。他們已經為你的豆兒凍梨啊，所以你用皮兩面開始切。還用這個較醬啊。為啥你就要對皮開始切？哦，本來就是要從皮開始切。我應該皮下都摸來個啊，個鹽做回來那樣。對啊。像孔啊，鹽那樣。這個湯應該很好喝哦。你有貼片去到四川考察嗎？有。哦喲。應該9月有個禮拜，對，成都，該辣椒下雨啲嘅味道出來，然後加都有油，因為該酸菜凍會是油。可是你加很多油嘞。對，可是煮出來它不會有那麼油，因為它會酸菜會把它吃住。哦。然後我哋要用下雨，其實一煮，打，我慢慢來用。慢慢的煮。對，加到水。胡椒粉，那你懂也是個火鍋，然後是酸菜魚火鍋，對，做湯底。係啊，家下嘅牛片都嚟咯，不用落去啊，它有不用呀。太茶，炒口味，你還會辣哦？一點點，因為四川嘅辣凍辣呢。酸菜底下底度有個辣啊，幾個老料嘅泡椒，就是對那個泡椒，一個筍味或凍筍，然後辣度的話，泡椒味道會比較重。哦，咁樣子好誒，碰摸嘅，我就倒出嚟就好啦。啊，新版的喲。好，等一下分下看一下。宮保酸菜海陸拼，安妞就好食咯。本師傅應該上3號嗎？我們偉軍師傅的初舞台，第一版，嘿，大家都會感受看。來吃看來，吃看咯。好，鹹菜係愛苗栗的哈特產，尤其苗栗公館的鹹菜是全台灣有名的。有，老闆是魚塘高海。泡參嘛，泡參哦，來來。你哪個？阿婆，鹹菜，蕁麻準做係自家做嘅，來燒個本台㗎。這個鹹菜有像，有嘛？你講咩苗栗嘅？酸辣辣的。你咧？愛做好。不過苗栗嘅鹹菜真正真有名哦。全台灣有名嘅。對啊，東西，真嘅。後生，按藕喏，大城吃的有色豆牛都有辣的，好，米多濃厚。我覺得很好吃，而且我沒有想到，原來4個食材就可以做得這麼美味。真的耶，只有4個食材啊。應該要再少它2個。你們各答對1題就好，是不是？對。龍中哥，你吃豆牛板，老師。酸酸涼涼，來，我有米線。對呀，然後呢，他加鹹菜啊，起碼改做好吃。啊，百搭，真的。真的。建議有滿意嗎？哦，非常滿意。可以好。他剛來娶老婆的時候，就大哥來當主廚。那誰當新娘？他娶老婆了啦。因為免他在開玩笑。加寬多也有。對啊。差一點吞落去夾到。不然他回不了萬巒的。大師傅咯。好了，阿公呢，先來下講一下，跳前2比2哦。現在平手哦，蕁麻，你人生加油，但是你要加油哈。等一下，你我的身子，你是掌廚的。各位，全部亞洲的講係嘛，苗栗老屏東的台戰哦。PK 啊，難得客家台對戰。PK，加油鼓勵。對，加油啊！好，還要互相鼓勵。好，準備好嘛哦。好，準備好啊！準備好啊！好，馬上來進行最杯迷館嘅挑戰。做下練功夫，請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。
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呢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助準備好愛上菜了。水杯暝一關，家頭前有先預告，苗栗老屏東慢慢的台戰的哈。先來看一下你屏東風吹帶來嘅料理，安怎麼名嘅咧？客家炒肉。客家炒肉，拿這麼經典的來比耶。客家炒肉拼盤性上都倆到哦。哎呦，我都也塗高。啊，唔過吼，你認中高啊，哈，認中老師有貼片咯，然後一個湯公日本厲害會煮客家炒肉，會太記得，好係嘛？我哋慢慢很有名嘅傳統嘢，最道地嘅、最拿手嘅菜就係客家炒肉。真嘅。貼片再去搶購嘅。貼片來擺放。係貼片擺放。好咯，既然按燕來吼，你唔好輸，好嘛？好。然後姜條講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稍等下來看一下，咱水里啊豆吼，帶來買個好料，菜名按到鹹菜魚。哎呦，該不會就是這一道？不一樣，肚後。韓坤那一樣的媽媽貼片嘞。哇，很香，很香，很特別的味道。徐媽，你可以代言鹹菜哎。可以，一定可以，可以介紹一下。所以你喺鹹菜就係苗栗菜題嘅。當從苗栗帶過來嘅，係唔會唱，喺當去賣嚇。你苗栗公館係全台灣頂好食嘅鹹菜，搭高鐵上來的。哇，這是坐過高鐵的鹹菜呢。而且它是買商務艙哦。哇，商務艙的鹹菜。好了，進口，高度期待哦。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準備開始了，33開始。客家炒肉算是客家人共同記憶呢。對啊，可是乃木一台，哎，你平常沒有在做菜，好建議。哎，超，看得出來哦。這個看，但是你現在打真的像在打蟑螂哎，怎麼會這樣？來拿手菜黑嘅啦。打蒜頭啊？冇啦，我拿手菜黑蔥花蛋啊。來生意生的不是。哦，你有做阿公嘛？冇啦，來摸他國小6年級的。國小6年級。你有買兒嘞？係啊。那你都會做哪方面呢？做家常菜啊。沒啦。頭路啦。職業啦。來頭路哦，賣茶誒。哦，對，剛才有講了，每一年單月銷售。單月銷售都平均10台以上。對啊。哦。他長很厲害耶。冇啦，他跟你照顧我啦。啊，您中過，你係哪方面嘅先生啊？嚇？國語。教國文呢？我教沙皮歌，我會帶學生嘅指導員參加客家演講、客家朗讀，我哋客家推動客家客語成為客家，還有推動客家。稍微看一下，好。他有在練。我簡單到大家紹介一下，因為客家炒肉、大家動接上外食，你都要貼片喺度嚟咯。最無強嘅跳食譜，我哋家講跳食譜，加跳食譜時候包廂啲香味都會帶出來。啊，食的時候會是把鹹，又是把甜。係，應該係早嘅吼，冇錯，早嘅用嘅都經過嘅係。哦啊，也客話講跳食譜嘛，跳食譜。啊，國語講豆豉，發音要標準哦。好，OK。好啦，你而家高都進來哈，先表演來哈。好，先背下了。他竟然叫國語老師發音他標準。放羊。我還是拎一下燃對我好了，我站在他旁邊，哎，小矮人呢？真的，而且他你幾公分？183。哇，183 club。183 club。不過大成幾多歲開始做料理？差不多16、17歲。基本上有徐威誕生，你就必須開始做。對，我高過琉璃台，差不多就開始做了。對，真的牛奶也自己泡嗎？但這樣子才有東西吃啊，對啊。因為媽媽動摸憨吶。不過媽媽有沒有什麼拿手菜？有，她有一道就是做那個鍋燒麵，你知道那種傳統的鍋燒麵。她只會水煮肉吧？然後他就是做這個鍋燒麵，醬油，但裡面就是加入它的這個本身的調味包嘛，然後加很多的醋，白醋，它的調味就是只有白醋，就這個白醋。它只吃醋，不然怎麼會冇帶醋來這個拿個烤箱的東西？是那樣的。不過伊懂我說啦，平常美食哈，
供一口的那個好菜。所以大成你主要興趣你的專長跟興趣是賺錢、打電動、電玩遊戲，從小打到大。啊，你會帶阿婆跟他打電動嗎？哦，阿婆現在也是這個社群媒體的阿婆，每天都在這個社群媒體上跳舞。哦，他所以這個跳蹦台看看。哇！對啊，咚恰恰，咚恰，咚恰恰，咚恰恰。OK， 還有 ending 哦，這個秀木一樣喲。就是人家說哈，有其母必有其孫。這應該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他跟徐老師一模一樣哎。對啊。好，來關掉。要關掉嗎？沒關係，沒，還要炒這個，要怎麼關？啊，這裡嗎？我們還要還要炒這個，那要再加火，不用它乾炒。而且你們是不是用銀芽？你們頭尾都去掉了？對。你要再加完嗎？哦，那一小等香料。而且你們還有魚下巴哎。哎。昨天自己在家裡面殺的，我自己殺的，所以24小時前它還活跳跳啊，對，還是活的。然后呢，我們這邊一定要加熱水，這個也跟主廚請教，是不是我們做這個魚湯的時候要加熱水？對，它瞬間乳化。哦，好香哦，兩種結合就很香了。你看它的每一層都先煸到，這怎麼不許味啊？料會不用哦，謝謝。呀，差不多，對，謝謝師傅。好，我們大家多做暖哈。好。哇，這兩個男人在炒菜畫面好美觀哦。最美的畫面，真的。最講的畫面。兩家的老婆應該覺得很感動。他們那人懂幸福哦。對，啊，一下我幫調食譜。好。調食譜調食譜幫伊香味都會出來。哦，不是變金golden米酒哦。不是，呀我人慢慢大姐督導的個啦。哦，對。督導的阿姨講，加調食譜，啲米絲都真是冇一樣。給他大姐有弄媽名哎。同我講下，鍾成蘭。鍾成蘭大姐。鍾成蘭。南部中部係太香。太香非常大氣。滿滿內埔。全部。米農。米農全部。你聲響樂隊的啊。哦。那個鐘老師啊。鍾永峰老師啊。你看沒有嚴總嘛，像總啊。是，對。突然忘記他叫什麼名字。姓鐘名人鐘吧，哈。對，正的念，倒着念。鐘人鐘。他就想說，我跟你講，我今天如果有輸哦，我名字倒着念。對，對不對？我明天也不怕輸。禮拜六養啦，哎呀，保養。今年給他養哦。養，加油。用米出來哈。別都未上色咧。不用調油。係咪就已經加調油膏啊？有，加調油膏，有加鍋香。等一下不吃米頭哈。這一個加油哦，你看所有的客戶都在看你這一集哦。真的哦，要播出啊。在屏東很會紅的嘞。對。那你客家一哥，我客家大哥。那個味道很像有你初戀的感覺嘛？我初戀感覺你怎麼知道？這一個加油哦，你看所有的客戶都在看你這一集哦。真的哦，要播出啊？會播出啊，不然你以為我們天時當個苗路當獨有，永世留存。哎呦 ，YouTube 有看得到哦。剛在屏東很會紅的嘞。對。那你客家一哥，我客家大哥。可以，清風神哦。清風神。好了，剛也差不多，我們立溝裡了哈。好，你是緊張哦哈，變特波年態了。好。哇，那皮都香長過來呢，都入味了，味道很棒哦。好，酸菜都出來了，酸菜味道。你們有沒有試味道？夠不夠酸？有，可以。哎，個調鴨係淋上去。啊，這個呢？都最後哦，先把料都先存出來。徐媽，徐媽，你從以前就這麼活潑開朗哦？你以前年輕的時候做嘛該調路嘞？我一直都家庭主婦啊，我沒有特別做。你以前都當家庭貴婦？你選過台灣小姐？有。黑嗎？你這樣講，我就跟你這樣講，對。可是我這個身材怎麼夠呢？不可能的吧？不過你虧了就虧，他至少沒有選過台灣小姐，也選過苗栗小姐。沒有啦，苗栗就你最漂亮，我看那麼多。哎，現在我們把這個魚火關小，
慢慢的小火把魚推上來，讓它慢慢的熟。哦，所以你一開始用魚骨吊高湯，對，難怪會有那種白湯。好厲害！你們有沒有覺得我跟徐媽中間有個玉山？冇啊，有啊。中央山脈。好，然後等這個油熱，然後我們這個可以差不多倒出來，然後等水滾，魚肉剛熟，我們就把它倒出來。哦，徐偉老師有吃過微舒肥的概念。對。他有吃過這道料理的嗎？他不太敢吃辣，所以為了他，我就會把辣椒減量，對不對？看到同好吃了。把這個蒜啊、蔥啊鋪在最上面。佢係盲食喎，佢油大概就必食。油。哦，這個量夠。堆滿。加辣椒，辣椒它放入嚟講。辣椒味，早味辣椒味跟花椒味，加一點點的米酒下來。哦，這個算小撇步，是它的香氣，這樣不會那麼乾。它油接觸到它的時候不會馬上焦，它不會可以出，讓它有點水分，你看不會出口，對，才不會焦掉。腥味很重。我們試一下油溫。好，多一點，可以了。起泡啊用。哇，小心。有哎，哦，那個聲音一出來就有了。衝落去，而且還有鏡頭意識，太趕快。好，厲害！好，來，好，我們來倒數了哈。天堂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看那最半米一關，乃木凱米西卡站到嘍。本親愛的總裁，真緊都香呢！真的，兩個都香哎！來，先下客家小炒，用它來用哈。這個豆腐乾好香哦。這管總香哈，有香。一口肉一口口感。香辣椒啊，發揮到佢嘅作用，又色哈又辣，啊又辣又烏啊，這個。係最基本嘅嗰種係客家小炒的，客家炒肉菜料，好食。哦，上講大家點菜了哈，來，冷水嘅鹹菜魚大神嚟結束啊 ，OK。懂是呢，好香哦，酸甜，很到位，還有辣到，有魚甜味，又有個鹹菜酸，是把辣的。西蒙魚，很特別，那個味道很像有你初戀的感覺嘛？我初戀感覺你怎麼知道？而且它的乾辣椒哈，那個微辣那個香氣全部走出來，就是出來。豆腐哈恰恰好。觀眾朋友哦，有目共睹哦，因為哈大成馬個寫出來表的時間嘟好，順序很重要。用眼睛研究，然後又用到我們徐媽代言的韓菜啊，對，好，最重要，重點在這裡。上講吼，大家食到非常滿意啊，5道台2位師傅，加點親冇講話，愛樣板上咧殺的看。前杯呢是2-2平手，都帶給你成績會很用板呢，2位師傅哦，風吹搶本不足。5分加上2分7分，打電下來吼，全場屏息以待，來看一下冷水得到幾多分？滿分！撒花轉圈，撒花。好了呀，謝謝你。哇，總冠軍讓嘞。先問一下偉軍哥老太太公平哈。哦，有一片客家腸肉。油唔辣到，然後也辣椒豐盛辣椒冇加落去，咁你看佢比較好看呐。哦，所以會看好看。可是好吃吧？我看你吃很快耶。因為有點餓。就是味道唔辣重。哦。味愛較。你吃重口味的。要放一點鹽巴。哦。那冷水鴉片呢？這是酸菜魚 plus 哦 plus 所有的食材
豬肉痛地方，所以喝起來很舒服。對。哇，真經非常厲害。謝謝陳長，謝謝。沙丁克來看一下阿吉師傅。哦，我會本了解風吹成分呢，佢個香味就飆出來。啊，不過做的有一個小小的地方，做的改進的地方，係你就撈一點點嘅水，可以把那個調絲啊、那個調油啊、醬香不給炒到嘅那個調管低度，會抗鹽冇樣樣。啊，不過已經凍好些咧。哦，謝謝。啊，南非那片呢，正經係食到凍好些嘅酸菜魚，佢個酸菜喺外試過。冇共用嘅，凍車、凍香，尾韻之後呢，會有回甘嘅效果。啊，沒試到呢，凍破先，就是還是這個客家鹹菜賣得好，正經懂你。火鍋疼身子沒錯吧？精神也不得錯。好，那不過有小小建議，就是那個豆皮可以早點下，讓它吸飽那個醬味，然後它味道就會較鹹較好食。感謝。好咯，等下呢成績已經出來，然後馬上你就來頒獎咯。經過前輩嘅 PK 賽嘅限格，一下最背面嘅挑戰成績已經出來，風吹總共得到7分，南吹得到8分，先來恭喜南吹咯！恭喜南吹係了解總冠軍，得到係3000塊嘅加菜機。呢風吹要同你開天一樣哦，得到嘅係一個韓國不鏽鋼萬用鍋。加咯，不鏽鋼。都不卡最技術組。好，我哋學嘅鹹菜，好，好，撒下來哦，大家聽咗非常好奇講哦，你看大成馬蓋事情都會，見半年哦，漢地講，叫下位咪凍曉得，啊，這麼厲害，是不是你懂歡喜哈？有歡喜嗎？當然歡喜呀，還不能來越排水了哈，反正。年紀有一大把了哈，還來跟孫子講，可是呢，祖孫，對啦，祖孫臉書哈，我像網絡某聽一堆啦，係咪？我看到哈，我看到啊。所以你們nhà的哈，客家客家天是神不主當金，哦，搶來兩啥人冇老鼠呀，搶動贏呢，對啊，你要節目慶煙的哦。搶贏啊，可能多點，發現我都啥了？可能在你的垃圾信件裡面。回去教他看呢。哎，錯。那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家婆講？哦，那就是是8妮，然後我再帶你上來玩哈。是8妮。恭喜，真的是客家新好男人集大成。謝謝。接下來呢，問一下嚴總老師哈，老大家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好冇？我哋來今日同我出嚟來到會慢慢打造去摘嘅得獎嘅，啊要去買當出爐嘅慢慢主角，同大家分享。第一段上面來到呀台北啊參加一節目。安獎嘅主持人，看到真歡喜。有團我哋客家創業，我哋阿姐以獨到嘅秘方嘅魯昌幫特色部嘅無共樣嘅客家創業，來同大家分享，大家真歡喜。恭喜！建議大哥們老太下分享一下好冇？一個老太下講一下。哦，基本看歡喜，得到呀。快鍋，對，好，真是從來叔公基本打造來啊台北，真的是，係有加色，係啊，反而他嘅蝦絲來，我哋慢慢係下主角，是主卡，係是主卡，還有清香嘅拌味 ，OK，麵包拌，麵包拌，走，好，啊，要係他嘅來慢慢料，按姿勢，然後就按由心意打造就好起來，準備今日嘅6日，聖母日的哦。大家都看到哦，按到位來賓參賽者，得3人來到節目嘅時間都十分用心嘅來做準備，講真嘅呢，你當好運啊，當幸福人家都來呢，接上我過來啊，來鄭州來台北聊啊，好，特別係帶動券啊，對啊，可以嗎？你們這新的組合啊，應該要常常出來，而且徐媽效果太滿，很榮幸，謝謝你。歡喜哦，親歡喜哦，接上來哦，歡迎大家。其實哦，南北嘅客家料理哦，真嘅冇共樣，冇透過一家之後發現到，原來客家都係一家人。歡迎所有嘅客家好朋友，共下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等你共下來報名咯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獎勵啦，恭喜恭喜！